台湾资深演员阿西、陈柏正出道近40年，曾参与不少戏剧的演出，靠着浓厚的草根性、精湛的演技，深受观众喜爱。去年他在电影《粽邪》饰演法师，演技让人印象深刻。不过其实阿西的老婆天生就有的特殊体质，曾做出许多精准预言，在乌来经营宫庙。而阿西也分享，过去宫庙发生过一件事，一对结婚逾20年的夫妻，因为总是睡不好前来求助，结果发现是男子的过世前妻，因为在生气这件事，不愿意被超度。根据 Today 新闻云报道，阿西分享这段让他记忆深刻的事，这对夫妻来到宫庙，表示20多年来身体状况一直不好，而这名女子其实是第2任妻子，夫妻俩婚后仍居住在原本的房子里，但却觉得身体频频出问题，事业也遇到瓶颈，甚至连精神状态也变差，两人长期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，且四处求助都无解。夫妻约好这是最后一次，如果这里也不行的话，他们就要去自杀了。后来经过法师吊魂，找到5个好兄弟超度，其中4位是那位先生的祖先，很感谢子孙帮忙超度。不过剩下的这位，竟然是男子的前妻，他不愿意被超度，脸还很臭地站在那里。阿西透露，原来是原配太执着，非常爱先生，当初一起苦过来买的房子，不希望别的女人住在那边，因此他要守着先生，守着房子，不愿意被超度。之后法师劝夫妻2人搬离现在住的地方，但日后要按时回来祭拜。结果没想到，阿西表示那对夫妻身体好转，先生不用吃药也能入睡。后来第2任妻子因缘际会下，也开始跟着修行，原来她天生也带着特殊体质。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很多，让阿西夫妻看了相当安慰，这也是当初开设宫庙的原因之一，希望可以帮助的人结下良缘。